long日是对台湾有名的法医用日常的事件改编，戏剧的架构是4则主要的事件，然后几下则小事件兜起来的。我想搭 taxi，OK？如果判断没有错，他家里面会不会就是命案现场？死者呢叫做刘小红，年约26岁，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就这样。long日的第一单元处理结构还有各种复杂的支线，单元度有一胎两细，总共3则案件。对日本的西某的学生的中国结义，吹了过身的刘晓凤，到南法同法庭的老妇人家命案，也就凶手是乜人？是讲观众了解这故事的来源，就会知。故说佮老传统的推理剧又有得会无嘛相用，因为本单就知凶手是乜人。故说佮教的其实是也对人物当中的身体还有心理的变化。马该事情啊，某马该事情，聊聊天而已。请你跟我们配合一下。懂疼哎！啊，痛！痛就不要跑啊你！咬梳子啊！来，准备喽！来 ，roll sound。来。5支51支2 ，take 2。中国结义案嘅重要嫌疑人是警察司机吴成汉，北川老百姓啲真心实度，留其斗智斗计，想办法去突破其搞怪挖跳嘅防卫心机。所以他这个意思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找得到？我把头颅丢到垃圾场，垃圾场那么大，你们怎么可能就把它翻过来？是那个意思。然后他们听到就是在垃圾场，所以他们才会去开挖。意思就是说，你们原本根本不知道头颅在哪里，你们只是要骗他，希望他自己能够透露出来，可能线索在哪里。这是中古结衣，你应该不会忘记吧？那是什么憨胎？那几年都，你们不可能把垃圾场整个翻过来找啊！你们怎么知道在垃圾场啊？就这样。奸诈！不是奸诈！那他们那个外面那个，我们这个戏很有意思，就是每一个单元、每一个案子的嫌疑犯，那基本上都是非常棒的演员。那他们所表现的那个狡辩啊，然后不承认，我真的很想打他一下。可见得，你看他们演得多好。头颅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头上有个伤口，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如你所说的是十字弓造成的。问法医啊。如果中古结衣在打完十字弓的话，那他射向自己的可能性极低。一个160公分高的女孩子，她的手背长度够不到扳机，勉强够到的话，箭头根本是抵住她的头部或者是身体的各部位。其实是你拿着十字弓近距离射杀中古结衣，对不对？你要去打断他们那个讲的 tempo， 好，就你尽量是皮一点。好。所以其实是你拿着十字弓近距离的射杀中古结衣，对不对？没有。然后他们才再继续下去。对，就是磨就磨。大概是这样。long日嘅第一单元，在知凶手是乜人的情形下，透过凸显角色的身体还有心理的变化，制作出一波又一波嘅精彩攻防，一直到亲密得到真相的时间。有鬼啊！有鬼！有鬼！有鬼啊！有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俺没挑事啊，对不起啊！俺认罪，俺认罪。
在拍第单元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情令演员动难忘。这是两码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成立法医中心啊，我腿已经开始发抖，第3堂就发抖。我们替客台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我们也演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色，所以我想我今年最开心的就是能够演到这样子一个角色，虽然很辛苦、很累、很累。我只能说，这里面第一超过40度，第二每次从外面一进这个房间，我就感觉到一股臭酸的汗味，加上湿热那股闷气往脸上冲。那只要一进这里面，我就不舒服了。剧组为到喺赴啲半夜之前，留太同分曲嘅戏剧内容拍好，嗰部將喺啲熱火火嘅熱天，翕到一棟準備要裝修嘅古蹟度，元素也熱到本人擋唔掉嘅高溫。我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这个冷气的风是安全。哦，唔單像安尼，打橫拍對劇組嚟講，咩係一隻動態嘅挑戰。因為跳拍嘅關係，劇組先拍太同分腔內建嘅部分，因而對方要拍嘅場次可能就欠過第10到第13集。演員其實冇辦法完全了解佢自家啲嘅處理乜嘅案件，上下嘅還會發生很唔聰明嘅事情呢。其他嘅事情呢，冇馬街啦。哦，就是這樣的。小鄭，幫我一個忙。小鄭是誰啊？啊，請他們指認。就打橫拍对这部戏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那大武分局其实，以景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至少它让我们同时解决了刑事局跟清水分局两个重要的内景。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本來一年的熱天係有幾熱，怎會本劇組熱蠻久啊？也係劉學賢的背囊，也係產生佢這位T800來糾緊。唔過劇組的勢頭就會安呢，不管受熱，觀眾將看得到結果。人呢？跑掉了。然后第2单元其实就是清水灭门案的部分，它其实就是非常单纯的，它比较接近于所谓传统推理剧。然后我们在故事里面安排一些支线，让观众会觉得说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情。那嫌疑犯都已经锁定了，我们是希望能够制造一点悬疑感，它可能会比较接近所谓的悬疑推理。画过，尽量让棉花在升起来的时候按下去。现在会先放前面来。这场戏应该算是整部戏里面我唯一的见识，真的在现场见识的主戏啦。对，所以还蛮重要的，而且就是第4集一出场没有多久就有的。所以应该要建立起那种很专业的形象。一种是死者从一种是凶刀从尸体里面拔出来，因为力量的关系，让刀刃上的血通常会朝地上。另外这种东西在讲的时候，它应该是一种，就是脑中其实你会有人物的动向，其实你是可以想象到那个环境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其实你是顺着人的视线过去，然后你再去做。就是等于说是做对下一个动作，然后去确认你想象中间的空白到底是什么，把它补上去。好，对，表演感觉应该是类似像这样子。好，来，Action！ 看起來單純嘅一場感射戲，救援開拍之前寫嘅係大量嘅台詞，冇想到啲現場行開時嘅係。啲頭腦度研究兇案現場嘅作案畫面，就像係講古樣嘅，配合現場嘅節奏，想象作案嘅細節，而建立縹緲長出場嘅感色專業形象。地面上有清楚的鞋印，鞋印有2个方向，都沾有泥土。
在屋外地面上应该可以找到相关的鞋印。我要表现的一个专业，除了你要会那件事情以外，另外因为专业，所以你一定要非常专心。那其实这跟演员是很像，演员就是在现场，即使旁边乱糟糟啊，有多热啊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在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然后非常的专心。第二单元经过小妹的积极发挥，掌握到关键的线索，突破判案的困难，韩国第4千度的判案方式，剧组其实没作为相关的研究，还有实听。因为我们年代其实是一个相当尴尬的一个年代，就是90年，它刚好是台湾的一个办案的一个转换期。一下唔係看到刑案現場，天初會有黃色嘅封鎖線，不過啲當年嘅場景地度，因為故事時代背景實天嘅關係，看唔到封鎖線一種東西。因為這樣時還冇封鎖線一種機制，大部分就會警方拿點重重嘅棍嚟擋人權。中古捷衣失蹤滿1週年之後，警方終於掌握線索，這名計程車司機極可能是最後一個看見中古捷衣的人。還有對鑑識技術來講，對指紋當中嘅油檢驗出地背嘅 DNA， 第一出戲嘅年代也沒係冇可能嘅事情。有結果了嗎？的確是有酸性的反應，不過這只能證明地板曾經被強酸清洗過而已。若吳承翰用強酸清洗過現場，沒有血漬，就算有血跡，也檢驗不出來啊。啲細節地度深度真實，啲曲限度深度完美，為到表現出刑案嘅精華，還有更加精彩嘅long年幕後全記錄，請收聽下一段節目。案發現場的空氣的味道，還有屍體的味道，都有可能透露出命案的訊息。嫌疑犯都已經鎖定，他可能會比較接近所謂的懸疑推理。第3單元就純粹講人的這個面向，它應該算是比較社會派的推理劇。最後一個單元其實它看起來比較像香港的警匪片。第3單元係利用白船嘅處理文慨來處理卷宗嘅命案，來呼應白船嘅身體，留其對法醫驗屍嘅態度。還有一般來講，啲同屬驗屍當中可能會遇到乜嘅問題。拿文慨來講，佢遇到一個是當好嘅朋友屍體，佢遇到嘅可能係他殺，也有可能係刺殺嘅一個情形。他要解剖他的時候，他怎麼面對那個中間的心路歷程，然後到最後把兇手找出來這件事情，那這個東西反而變是案件上面不是那麼的關鍵，是在處理人的部分是比較關鍵。它又變得不太像，它應該算是比較社會派的推理劇，但是它也不算是真正的推理，因為其實兇手也還蠻明顯。阿伯，你是像啊？我是法醫。呀，哎，拜託，不要再。扮演文凱嘅演員蘇薇，和第3單元有當重嘅演出。其實我會對他比較常說一些什麼原因，因為是我太了解他會想要怎麼演。對，因為畢竟合作很久嘛，所以我會知道說他第一次演出來會是什麼樣子。對男子團體轉型演員過後，蘇薇和導演邱孝祖同樣是合作過幾下擺。相互熟識嘅也2-3年，啲兩年嘅拍片嘅過程度，希望做得本蘇薇嘅表演看起來係親自演嘅狀態。這個對演員來說就會是一種挑戰，因為你要在不露痕跡情況下做出你想要達到的東西，那就必須有一些節奏的變換啊，還有一些情緒的變換，那個都是很細微的。一定會做一個後翻影片。第一次還是有一點。就是刻意。我那邊沒有，要去另外一個位置。那邊哦，我知道。拋開。所以有時候在表演上，或許他們覺得 OK 的時候，因為畢竟演的是自己嘛，那你自己會覺得說，哎，我好像剛剛我重來，我希望建議能夠再重來一次，是因為我們走完戲之後就來了，那是第一個 take。然後我覺得我在心理狀態上還沒有完全達到很滿的那個程度，就來演。雖然感覺上觀看者可能覺得，哎，很 OK 啊。但我總覺得我心裡面好像有點卡卡的，所以我希望再一次。
所以那个再一次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动作上或是情绪上细节，是不是我预设的，也不是我在看本的时候想要这么做的，而是在再一次的时候，然后配合演员给我的情绪，对手给我的情绪，然后自然而然就做出来。那这就是会有一种那种不露痕迹的那种效果，这样。听说会做一点不翻译。好看，挺好的。谢谢。那个在文凯这个角色上，我觉得他在整部戏里面经历过很多的阶段，然后这些阶段最后想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成长，人的成长这样。最后一个单元其实它看起来比较像香港的警匪片，因为前面10单元度主要係做戲盡量要到同時翻。故所人哋嘅主角北川喺演示嘅部分，點都會推到較後背。警匪片嘅要素就係判案、槍擊、衝戰、爆炸，一到元素全就出現到第4單元。棒棒，太慢了，这样子死掉，再一次。对，这样就大概放在大门侧，所以这样子，第一个你在观察，第二个甚至出来就可以攻击。他走进去，他正要走进去，就第2发就爆。阿哥，别讲话，站住！整个神经都是绷很紧的，这样，很怕有什么闪失。不过还好，还算顺利。爆炸有一些小碎屑了，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这样，就还是要习惯。你不习惯，还真的还蛮恐怖的，是有吓人的感觉，就比平常那个过年放鞭炮要大声一些。第4單元除咗精彩嘅動作戲以外，還有感動人嘅親情。三神記由許多扮演每個小妹嘅演員，喺戲外還有一隻奇妙嘅演員。原來三神記係救援出頭嘅時節，第一堂表演課嘅欣賞。然後我們常在對戲的時候，我都會還是用學生的身份在面對老師，然後我就會跟他討論說，那如果是女兒是這麼久沒有看到你，我會應該怎麼樣去跟你互動？那你拉一點，可以。這個檢查嗎？醫生用很共，哎，不對，醫生用很共。好，我先繼續背着。對，你心痛怎麼會是？好，我自己找哈。需要嗎？那感覺就很像在摔包包。醫生用很共。對，因為一開始放那個，像現在來吵架。對啊，那好像。我是說，因為你們要做的話，你放包包，其實你怎麼放都會怪，因為你又沒有要改變那個。那講完以後，你有一個。就是要跟我講一什麼事情，因為我就坐在這裡了。你第一個是氣過來，我說我還沒事了，我只是在動機坐下。因為醫生來了，其實你就馬上站起來了，你就又。我覺得我沒有，因為我那時候跟你的關係還沒有那麼近哎，我覺得我不會坐下，而且我很忙。哪有自己講？我自己講，我從刑事局趕來，我很忙哎。我跟你說，這個包包啦，我只想說讓這個包包會比較合理，會放下，因為你背在，如果說你連做都不會做的話，你更不會放包包在我的床上。阿勇挺救哎，然後醫生來以後，我又再站起來，這樣就可以。這樣就會，我覺得這樣就比較順。那個初階的課程，讓他有興趣，然後讓他繼續開始探索他想要的那個對於表演上面的一些吸收養分的一個動作，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東西還是後面他的自己付出的那些努力去學習，那倒不是說我上了課然後讓他變很會，我覺得倒不是這樣子。我覺得啦，如果說真的有幫助的話，是那個好玩，就是那個好玩讓他
发现了那个东西是有趣的，然后他想要再去探索。戒烟戒酒对不对？我知道，我明天就戒。不止戒烟酒，饮食也是要注意。我知道，血压跟胆固醇都要控制，下次你就不见得这么幸运了。我受水油吃多了，血管就堵塞了，我会想办法。而启动了他那个后面就继续去找各种表演的可能性的那个感觉，所以回来大家又碰在一起，而且我们还要演父女，大家实际的年龄跟后来在角色里面那个角色之间关系的安排，有时候真的是还蛮出乎想象的，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处理上面，我是觉得完全不需要担心。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演员，然后本来又有一些私人交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哎。老师甲讲，我要好好的成发，我要好好的老事情做好。爸爸，但你那本还没失望的。那这4个单元基本上类型都不一样，元素也非常多元，然后中间当然也是有穿插一些也许大家会喜欢看的小小的爱情故事，这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你要把它定位成任何一种片类，好像也都没有办法那么的准确。那我只是觉得说，如果说我也不希望观众是因为喜欢某一种片型来看这部片，而是这部片里面它包含很多观众会喜欢的一些元素。龙儿的故事除了精彩的事件以外，故事中的爱情、亲情、种种的感情，就是本人感动的亮点。对于百传百胜都文开智刻还有巧妙，无强用时代的法语、情景、和感性语言，向下谱出追求真相和真心的浪漫故事。